我打错一颗。哎，有念的。有念的。啊，伊安讲，佫唔捌字咧。要紧，碰碰。水鸡。菜无吧？嘿，迄就是咧讲吼。这吼，要紧，安尼足够的啊，好，特别无，特别无，来，这个好吧？要紧，挂一袋。挂一袋。跳着，好丢啊！鸡母，迄意思就是讲吼，国语讲的，华语讲叫做因祸得福，你知无？啊你会晓讲台语啊？这个哦，真的哦，啊你到倒位？台北，哦台北最少会晓讲台语的，你讲台北，吼，台北，啊遮倒位？高雄。啊高雄这间学校叫啥名？凤林国小。啊凤林国小台语安怎讲？有啊。啊你刚刚有句话，我甲你问，啊你台语名安怎讲？你会晓讲袂？袂晓，啊你叫什么名？我甲你讲，吴言诺，哪一个言？言，女字旁。哦，来，啊个嘞。我一个诺。诺，一个言字旁。诺言的诺吗？还是啥物诺？你拢听无点？你拢听无点？啊，你刚刚听过人4点。下面一个口，然后旁边再一个路。4点。4点，然后下面一个口，旁边再一个路。4点，旁边一个点，上面一个路，你要用写的呗。好，好来。等一下。哦，承诺的诺啦。姐，叔叔啊。哦，来，啊你想要知影你台语名无？啊来演嘞。比话拢诚细。来，我甲你教讲你的台语名安怎讲好无？好，你讲你姓啥？有哦。好，有就叫做吴哈。来，我先查互你看好无？好。等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台语的啦，你教伊台语的啦。伊家己的台语名袂晓念啦。不要紧，我会甲伊教。啊，改个台语名足歹念的，无你就学到网腰啊，网刺啊。我网腰，我网刺。在座各位与会嘉宾以及我们的就是学生家长，大家好。待会呢，我们即将进行我们就是暖心公益园游音乐会的开场了。那当然呢，在座的每位嘉宾呢，手上的有准备1到3月份的发票，也请您待会呢就在我们您所坐的左右2边，我们有放发票箱，在请您待会自由做来立好。来，哦，你若讲的是5节贵，哎，这里2只鹿，嘿，来5元鹿。哦，你的名叫做台语名叫做5元鹿。来5元。来，还在园游会现场的来宾呢，也请您慢慢的走过来我们音乐会的会场。